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天堂的时间呢，我是郑慧贤，定係有薯片呢係林先生，做薯片呢係戴先生。今日要教鄉親的運動呢係刺激導引，一下要做呢係脾胃功法、握拳蹲舉。我哋人先放鬆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同我哋肩頭平發。人先直接鬆到腳底，兩隻手掂我哋人先頭前呢，慢慢地放來，拿到我哋頭拿當方。手指呢，輕輕的，較拳頭放入來，鬆的哦。一下我哋膝頭慢慢地放落來，帶帶我哋手風，佢才有衝的東西樣的，慢慢地壓縮落來，到我哋腳底。我掂我哋腳底呢，一點慢慢地裝起，那個撐上去。我去想講，我喺書房入邊呢是輕重的東西，撐上去當行哦。我是先頂我胸口放鬆，帶帶我肩頭舒張，停定我膝頭，慢慢地落到腳底，嗰度我哋到我肚臍嘅高度咯呵，啲腳底。引氣，慢慢地停定我身體一節一節，鬆定嘅嗰啲重嘅東西，慢慢地鬆上去。過一擺哦，聽聽冇卡眼痕，鬆鬆嘅哈。以前落到腳底去呢，那啲腳底呢？嗰安尼彈爽嘅樣嘅，哎呀，書房入啲拳頭之間嘅東西呢是輕重嘅，鬆上去。我哋手指打開來，肩頭放鬆，慢慢地低頭先落來。一下我哋來做啲分解嘅動作，我哋人先呢同樣要有放鬆，嗰時候我哋要啲我哋下嘴牙入邊呢鬆一起，頭拿線呢你要感覺向東方呢從上方入邊都會嘅上癮嘅感覺，我哋肩頭、胸口、腰骨、腳下下啊都是放落去，我哋腳下都鬆嘅。我面動骨溜落來，膝頭放鬆，我腳盤啊，攏種放鬆嘅，為從容呢一節落到我腳底，我有啲動作地方呢，我蘑菇啊踢大，嗰一下我是吸氣放來呢，是同我身體中同我手呢，啲我人身頭前呢，慢慢地放入來。同我手呢，帶到我頭拿當方，手呢盡量睇我耳講順效如何。我手指呢，卡喺你胸前嗬，我是鬆鬆的扛入來嘅，我咩按呢？我按呢，迄是用力卡嘅嗬，所以我是按鬆鬆的，按鬆鬆的扛入來個輕鬆啊嗬，扛入來迄呢，你感覺講我有啲手線是愛相對嘅。按當方呀，嗰有啲重嘅東西呢，我摘落來，同我人時呢，慢慢地摘落來，我手掌呢是聽我頭前落來哦。唔好講，伊邊要摘落來呢，我要摘下邊底下邊落來，嗬，是我底下邊頭前入邊，嗬，嗰時候我入邊一底下邊頭前來呢，嗬，我冇用力，我背囊棍呢，我也會打開來，嗰時候我是底下邊重嘅東西呢摘落來，我啲我胸口呢慢慢地變。當我都是丹田溜落去，佢從樣落到腳底，冇踢底哦。因為踢底呢呀，睇落邊呢冇人痛，按冇人痛呢，對我哋脾臟分泌呢
伊愈要有影响，冲上去。安尼事情一听到上对，毋好安尼，安尼事情上对。安尼落来是安尼树长，吹落来，安尼吹落来，天拢是伫遐头上。毋好讲伊遐吹落来呢，来放开来的。安尼咧，从个通用砸落来是无压缩到安尼，拄起当安尼胸口也咧压缩，无压缩到。伊若无压缩到呢，伊都无咧按摩到。伊因为安尼也咧安尼。伊咧松下伊咧压缩，伊听到落到脚底去呢，利用安尼脚底呢强强一点呢，就安尼现是慢慢长，感觉讲，伊想讲舒服遐东西是轻松长上去，看安尼现是慢慢伊做咧伊咧开合，咧开合呢，又是咧帮助安尼伊咧细化伊咧机能。压缩落来，记得伫脚带都是装慢慢地带上去哦，简单地带上去，记得安尼舒张的莫打开来哦，保持哦，都调那打上去，又感觉伊咧对棒的，记得紧摕莫捂上去的，莫捅上去，安尼轻样坐好来，是安尼有咧顺畅的感觉的，安尼个带落来哈。利用安尼身体的伊个顺畅、开合、压缩，帮安尼脾脏分泌呢，有做咧作用，伊个按摩，也是咧帮助安尼伊个细化伊个机能。落来，头前朋友轻轻松松的做哦，安尼莫出力。安尼手打开来，肩头放松，胸口放松，安尼手呢，慢慢的，如安尼。像水一边安尼慢慢地飘落来，安尼迄条带到脚底。一下安尼又来做咧连续的动作，眼神放松，到脚底去的，安尼两只手听安尼眼神头上慢慢地放起来。强强的拿到安尼跳拿东方，手指呢顺向东方，安尼面动骨呢溜落来，两只手呢像像大把天安尼耳光顺后，安尼牵条呢强强的扛入来，身体呢保持咧张臂，安尼脚脚下呢放松的，一下安尼低安尼身体下面呢慢慢的压缩落来。舒放的东西呢，甲迄重重的东西呢，砸定的落来，我想都同安尼样式呢做咧压缩。我落去呢，伊听到当俺脚底，因安尼用拳，到底俺脚底呢，轻轻的带嘛去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唱，东西是轻重的哦。我想讲，迄想讲也东西轻重，唔似人有感觉也喜感呢，愈来愈明显。唱上去的哈，呀落落去的，记得安尼手掌呢，莫打开来哦，是随着安尼眼神呢，慢慢的落来，都是放松啊。为迄条落到安尼脚底去的，个顶安尼脚底呢，慢慢的唱上来。就感觉讲，耶稣方的东西讲轻松嘛，
那迄药，你感觉讲也会喜感呢，愈来愈明显的。安尼一上一下，做下咧压缩呢，同安尼咧眼神安尼顺畅，啊，帮安尼身体呢有咧空间。啊，安尼个一摆哦，用眼神带。手机打开来，眼睛不用松，手指头先慢慢地带落来，落到眼的脚底。乡亲朋友，他们动作学不会嘛？接下来我哋要做新的动作，请乡亲朋友同我哋共下来做。一下要做呢是单举里皮，手柄下来，眼睛并松，右只脚打开来，同我哋跟头平发。规眼睛呢？并送落到俺的脚底，两只手呢，睇俺的眼神呢，两只呢，慢慢地放下来。右手呢，手指呢向下向，左手呢转上来向东方，两只手呢又从长点边样的俺的手心打开来。俺的膝口啊打开来，手掌的膝口打开来，啊，膝皮呢，同俺的右手带上来，左手下来，到俺的东方的手呢，答应讲，顺后过后转两个手盘，顺着俺的眼神的重心呢落来。东方的手呢，到俺的胸口；大下手呢，睇俺的肚脐，做咧上下的高温。大下手上来，大下手呢，东方的手落到俺的肚脐。俺哋两只手呢，向下过去变，一个手掌向下向，一个向东方。大下是倾落去，东方的是慢慢地撑上去。再摆落来，顺着俺的眼神的重心，到俺的胸口同俺肚脐啊尾掌呢，做咧上下的高温，眼神呢保持是咧张的吼，唔好伫头前亲，也是伫后面摸上去，手盘两个拢一转，咧倾下向。一个带点眼神呢，慢慢撑上去，安尼脚脚下同样并上的哦。一下两只手呢，伫安尼顺后，大下手上来，东方的手落来，手指顺切并上的啊，慢慢地伫安尼两只落来。膝头落到俺的脚底，一下俺哋来做一个分解动作。俺眼神并上过后呢，落到脚底，两只手呢伫俺眼神两只呢，慢慢地上去。俺头下俺的手心是咧向东方，上去过后呢，俺右手呢。手指呢向下向，我的手掌呢也有俺的一个气口，
呀，俺是安尼咧舒张诶舒心咧，唱颂唱灯，吼，俺也有事做事也比咩，俺是伫俺书盘装上来，当俺书记是向东方诶。夜尾呢，俺就感觉讲叶片啊，迄壁叶片啊，迄壁，俺是安尼渡出去诶。不过俺是免用力，俺哩用力，俺脚脚下放松落来，俺肩头也出力咧。俺是松落来当俺脚带，俺脚脚下保持是松诶，俺是无痛。哦，也比是撑出去呢，我参有迄个撑灯咧，我从也比是撑开来，也俺是伫俺脚带呢。强强的一点，就是总呢同俺有事呢带上来，做事呢空落来，听下呢态度比顺条，有事呢上来呢，其中靠俺的义工，都也比迄个呢，伊咧上下，来个两只手呢向下转入来，事情拢向眼神呢中心转入来。俺伫俺书长呢，有时个书长带伫眼神的中心，顺着眼神的中心呢，落个到俺的胸口，俺打下树呢，摕俺肚脐啊的尾脊，俺东方的树呢，顺落来到俺胸口的尾脊，我从俺是安尼落来迄个，俺两只树心是向东方的。一下挨个底挨打下一只树，挨向头上倒上来，东方一个树呢跌落去到俺的肚脐，一捞上来一个呢到俺的胸口，嗰上一个是睇俺的皮尾，一个尾脊，挨到一个尾脊过后呢，挨两只树呢向下变，挨是用俺的眼神一直压缩，向下变，嗰上还是。书盘安尼转，安尼变开来，下向的树呢，倾落去，东方的树心呢，慢慢地向东撑上去。嗰种也是要先倾下向东方的树，那又上来。嗰种哎变过去过后呢，也是先倾落去，哎都是变落去到脚带，打下上去的，上去哦。我也上去呢，莫同人哋脚脚下放松落来，同样呢保持松诶，俺哋膝头也系松诶，脚腕也系松诶，俺哋眼神咧重量呢，那是咧落到俺哋脚带，嗰种也是按有咧对绑，落来迄个同样舒张呢，尽量控入来，控入来也咪。嗰种哎控入来是顶下眼神的中心落来的，控入来舒张控入来，下向的树呢，嗰种以上下的树呢是向下操作，睇下你胸口的尾脊肚脐的尾脊下向的树呢，滴落ไป流，东方的树呢，落个到俺的肚脐。多也比迄个呢，俺哋两只树盘向下转，一直转下向，一转向东方，但下树倾，东方的树撑上去。一条路是要顺着俺的眼神的中心点落来的哦，用眼神带落来，俺没用手安尼带落来，俺是用俺眼神压缩落来，带点数落来。俺一出去呢，俺是总去到俺的涌泉那边，到那边跳去，那个吸气上去。树心呢，要打开来，撑落去。俺哋一撑落去，俺哋肩头呢，已经要吹落来。
我咧上去呢，唔好我上去吼，唔好同一片放上去。啊，看我是顺顺的是，也是同安尼两棍呢，有他有咧绑冲啊，吼，也必是一上一下，一个对绑，吼，一下哎，放落去呢，我树呢，伊咧是向另外一只落来，啊，伊咧是上去，到去呢。树枝呢去存藏，伊比他们安尼是有咧长电的，哦，有咧长电，啊一下安尼是存藏，然后迄条标落来，一下安尼来做咧连续的动作。两只手提眼眼线，用直慢慢的放落来，手心向东方，右手的手指向下。左手转手腕，手指向东方。皮皮呢，安尼右手上，左手下。伊咧睇眼耳光顺后，伊咧睇眼抬头不顺后。我一转，两只手向下转，顺着眼眼线，中心点慢慢的落来。咧睇胸口咧肚脐，做咧上下交弯，手心两个拢向东方，向下变，伊咧向下，伊咧向方，向东方个呢慢慢的撑上去，向下向个呢倾落来，一下啊呢两只手呢慢慢的打开来。中央伊咧下，伊咧上，啊，手指存藏出去，所以慢慢的落到俺的脚底。乡亲朋友，他们动作好不好嘛？明日天天安尼向下运动一下，也精神身体会更加好哦。安尼听通，下一次再见。